地老鸟。头脑子，我都不停的打字。只想要不能拿我牛搞嘞，我都糟糕。这我没发微信到电话，说我就到了嘛，断了个一我咋？其实我到电话稿子在我发信息稿子回，我怎么办法了嘛？阿斌那么忙了，你手机都忙自行噻？忙，干嘛这样子哦？阿不然星期当的，我还不大家路子他个头不离婚来不大，我这个路子离婚的我开稿子空间，我路子那么忙，那就对啦。我他个头不我那种在个为啥子他离婚啊？为了搞？喏。他工资就搞了少个子年高呢，但是个对我各种各样的人，我东西上了过，叫我们闹上闹的，慢慢的我喜欢上搞，我觉得个要个辈子男子手里头对的多年了，但是别对鸟给都知道不一样，我就发现个么家庭，我娘，我能搞个哈大哥，他个头不怎么感情个子娘呢，我要个哪在包办嘞？个大，我开工的时间，但是老时间呢一开工才被保险。然后那个路子我以为个路子解决个那个头部的问题，原来个要只想他个鸟给个的路子。我社会那叫我的呢啊，我这样子的也结婚，就因为没不没鸟，原本早上在我家做啥，有了就这么多钱走，来搞呢，我承认要不骗了搞。但是只管背头之前发生的当时多个自己资源嘞，不知道比搞。我都不要过来这，搞么要宾馆，这可以养一辈子，但是宾馆只可以晚早晚出，好聚好散。怎么这了？我只关注那个电台都不离婚。哎呀，都该你都有，妈你这个再咋了？不是在，你要不去等我。牛，我是个后悔。喂，老牛，你在？公众就搞了呀。公众打路中个是当代表我是路中个大概给他打咋过啊？那我马上到。你老牛。我你能打个一档期，我真就搞，跟着我，你就真就搞的，跟那个上个可就帮了嘛。当俺都定着都梦。哎呦我的妈！现在的约会。喂，宝贝，这不晓得我讲阿不能那准就搞，我还不是就搞哈，我连那糖果酱摩托车都糟糕了。好的呀，一下话我就到做马广了，我们要约会宾馆，2上祷告。约会宾馆。三子嘛，说那个呢？躲啦，你去了嘛？可就拿我那么？我来你都怎么让晒了只超难嘛？那一头那我怎么尴尬？我带朋友不管找意思啊？怎么你这样？自己嘛？我来嘛，我来干嘛嘛？搞我到了。
là ở đâu mà có tao rất sao đang giấu chuyện đó lúc khi không năng đó mua sự suy tôi nhớ hỏi tụ còn nó mà giống có khi hiểu sao có hai chán á cô hà ta mua sự suy tôi nhớ hỏi nó mà giống sao đang giờ con khoảng khi rồi hiểu sao cả cái gì rồi hiểu nhổ khi cả lúc两心哈头被对还机会没同nhau的时候姑娘这颗个等门到肉姑娘这颗成胸路了是这样子的个门到肉个你这毛牛脑咋个路走这个连毛尴尬个都之前教过他个一次么啊个这毛牛是第一条嘞我想跟黄脸婆一样个就得教过等穿个路婆可能呢我自己磕到咋么子化妆品打帮子都自己个就得不花枝招展嘞超看了的颜色我也等懵不了抽的时候个嫌弃用的时候个就得打扮的花枝招展等么够赢了的油不过想懂个个又跟我讲话我没跟我讲话只该画呀画该画手指画我那个还头就该画头就只该画嗯头该画就话头只该画就牛我他个下个人个好累啦他个鸟金宝条胸牙口知道这口知道这口知道就连我自己口掌握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搞都知道啊我只不过好去多的自信啊这样子都口知道了还想要求了对个一心一意搞开心的时候搞有了他个一次了搞难过的时候搞就可能找领子炒饭搞我真的人搞太累了弄了个胸搞恢复当身啊sai rồi mà đang là một sự trừng phạt bên trong sẽ